我淨係想做戲咯，我乜嘢都唔想做，淨係想做戲。你要知道你自己行緊一條小眾嘅路，或者你要賺大錢，你唔好做藝術啊！我係 Anna 楊盈盈，咁我係一個演員同埋一個創作人。當然我係劇場出身嘅原本。當即係不斷喺度演戲，咁又會涉獵舞台同埋影視。咁我認為最理想嘅就係唔好區分。我係屬於舞台嘅，我唔拍影視，我係影視嘅，我唔做你舞台呢啲。佢哋係個核心係一樣，佢哋都係要一個好真摯嘅，佢哋入邊嗰樣嘢都係好動人嘅情感。佢哋其實都需要感染力，撐在就係喺舞台上面就咁樣可以發放嘅能量，但係喺鏡頭你就要好識得拿捏個尺寸點樣，好聚焦咁俾到嗰個鏡頭。咁當我明白咗之後，就覺得哦，其實佢個鐘係一樣嘅，不過佢有個分叉啫，分叉感情線咁樣，即係 Benedict Cumberbatch 就係一個我覺得佢影視好好啊，佢又做到科學怪人啦，幾犀利啊！即係所以我就會認為自己係演員，就冇分邊個界別咯。佢真係飲醉咗啦！哎呀，酒精同埋煙口慶啊，危險啊，死硬死吧啊！入邊我覺得我個歷程得意嘅，即係好似一個 cycle 咁樣嘅。由一開始喺溫哥華第一個本科啦，就係讀後台嘅。我喺大學入邊咧有試過做 SM 啦，同埋做設計師嘅。咁但係因為我同時間咧又喺加拿大中文電台做 DJ 啦，咁所以咧咁喺加拿大入邊咧就有一個我認為佢係我第一個生命嘅帶我入嚟戲劇嘅好重要嘅人。係因為識咗呢個人，佢就見到我有啲特點，佢就話啊，其實咧你冇你 present 得咁歡樂㗎，你入邊其實有一塊係好有啲哀愁嘅我見到。咁我心諗哇，呢個人咁犀利嘅，即係我係通常希望喺人面前就嘻哈哈，唔識得表達，我姑且叫佢做脆弱先啦。我覺得眼淚啊脆弱係丟架嘅，唔可以拎出嚟嘅。咁但係佢睇得出，然後佢就揾咗做一個比較重要嘅一個角色，係一個失戀嘅女仔，跟住即係感情好細緻動人嘅。佢開啟咗嗰個門，哦，原來演員嘅世界係咁，原來佢可以令到我，咦喺啲唔識嘅人面前可以表達一下情感嘅喎。加拿大畢業啦，就去咗演學院讀第二個學位，就成為表演系嘅學生。咁然後讀完之後就好彩遇到第二個貴人，就係當時中英劇團嘅總經理。咁佢就邀請我去中英劇團面試，咁就成功入咗團4年。又好幸運咁樣不斷喺度磨嗰把演員嘅刀仔啦。磨一陣之後又覺得啊，做咗一輪劇團嘅演員，又冇得自己揀嘅喎，即係做嚟做去都係某一種戲種，因為劇團有方向噶嘛，又好掛住喺江湖入邊澳門啊、香港啊唔同劇場嘅人，咁我就離開，又翻返嚟澳門繼續做演員啦咁。咁做咗一輪之後咧，就覺得好似成日都就咁輸出咁樣，同埋可能人生又再經歷好多唔同嘅嘢，咁然後就開始有自己嘅故事想講，有編過劇啦，即係我自己寫自己嘅文本，同埋嘗試去做導演。咁當我去做呢啲嘅時候，我就發現哦，原來演員成日都講噶嘛，係咁樣啄住嗰個角色睇。作為編劇同導演嘅時候，就要再宏觀啲睇成個大局。演員嘅能力開始覺得掌握到啦，都算係游刃自如啦。我覺得咁就覺得原來我睇外圍差咗啲嘅喎，咁又開始萌生想去認知怎樣説一個故事嘅呢個諗法。咁跟住我就而家又走出去讀書啦。咁但係今次讀咧就唔再係舞台，咁所以我就揀咗去台灣就再讀電影嘅導演啦。咁所以我歷程就係好似個 cycle 咁，讀書啦、做嘢啦，跟住做下又想再讀啦咁樣。多謝咁多位。咁一定第一個係海倫凱勒嘅，即係我成日都會質疑自己，即係同埋會覺得做得唔夠好，咁所以成日都冇乜信心嘅。咁嗰個角色確實係，我覺得係幾幸運嘅。嗰個角色係一種好亮點嘅 character 啦，佢有一啲難度啦，但係其實佢會好容易俾觀眾記得。咁就因為呢個角色令到我掌握到一個點樣喺舞台上邊 enjoy 到啊！我第一次真真正正感到舞台係遊樂場，就係嗰個角色。而嗰個角色又令到我攞咗獎項啦，佢俾咗個自信心我。我冇後悔我對你所做嘅一切，我甚至話俾你知，即使所有嘢重新再嚟一次，你要我再揀多一次，我都會上法庭指證你，因為我要令到你一無所有，因為你罪有應得。翻嚟澳門，即係我變翻做自由身，再接觸法文入邊嘅 Michelle， 咁嗰個角色咧又係打破咗啲澳門紀錄嘅，我記得開始係做得最多嘅 long run 啊，而且係試過一晚做3場嘅。
即係想挑戰下究竟可唔可以咁做咧？咁因為個故事相對短嘅，角色嘅情緒跌宕係幾勁。喺入邊我就第一次感覺到有啲嘢我通咗，即係好似你打武功啊，突然間好似個天靈蓋開咗竅咁啊！你明咗某一種道理，某一種演員嘅狀態。有啲人覺得咩唔係山羊嗰個角色先係咩咁？我反而就覺得係法文嗰個角色令我開竅，山羊嗰個角色令我引證到我當時 get 到嘢係啱嘅。咁所以我會認為第二個角色就應該係法文嘅 Michelle / 山羊入邊嘅太太。我個女今年7歲，喺喪禮度，佢問我：如果爹哋唔喺入面，咁棺材裝住嘅係咩？咁第三個最近期啦，就係啱啱之前做完裁決，我要做兩個角色，一個就係一個控方嘅法官，要好理性，但係又要有一種我講緊夢想或者講緊一啲信念嘅言語好犀利嘅邏輯好犀利嘅律師，但係我同時間又要做一個感性行先嘅受害者家屬，而且仲要係要喺個舞台度瞬間就要轉。當我喺個排練過程我揾緊嘅時候，我就知我又去到另一個階段，即係好似條橡筋咁啊，可以扯到行又得，我鬆翻又得，都彈性好大咯。即係入邊除咗做呢兩個角色，仲要喺度插科打諢，喺度同觀眾玩，咁又可以嘅喎，即係我可以隨時跳出跳入跳出跳入咁。演員上面，我覺得我相對能夠掌握到，咁就喺裁決嘅時候，我覺得引證到。喺中英嘅尾聲嘅時候啦，可能我有親人過咗身啦，然後自己嘅感情又唔係好如意啦。我記得就係我阿嫲過咗身之後，我哋仲見過嗰啲骨灰都攞埋翻屋企啦。我見過骨灰嘅顏色啊，真係。咁我記得我第一日反而就原來骨灰係咁嘅色嘅。我呢句説話 exactly 我係擺咗佢我個劇本入邊一句台詞。咁咧當時咧我係有一個畫面出現咗，嗰隻字係就係有一男一女，我就好肯定佢哋唔係情侶，企喺棵大樹上邊，佢哋想撒灰。不過咧個女人咧就係戴咗套嘅咁我就入咗呢個畫面咯喎。咁跟住有一個機緣巧合咧，就喺一個戲劇嘅劇團體啦，我 join 咗啦。咁佢哋咧就好興會自己寫啲嘢，因為創作啲作品咁。咁有一次有個女仔就寫咗個作品，咁咧佢就自己導唔到，就問我 Anna，你可唔可以幫我導啊？即係嗰個創作嘅嗰個種子咧，開始想少少萌芽，我覺得。跟住喺嗰個過程，我就或者喺排練嘅過程度，真係其實好短嘅咋，個 piece 15分鐘嘅咋。但我就第一次明白，原來有啲嘢諗咗係齋諗係唔會發生嘅。然後我就同黃樹輝講，你知唔知啊？其實咧我咧之前都諗咗個畫面嘅，就係有棵樹，有一男一女企咗喺前面想撒灰。跟住佢話好有戲劇性喎，你做咩唔寫出嚟啊？我話我唔係編劇啊嘛，我點識點寫啫？佢話你唔好諗嗰啲嘢，你將你而家有嘅畫面你寫晒出嚟先。咁我就嗰晚翻屋企一寫就寫到5點鐘，寫咗大半個劇本出嚟。咁嗰個故仔就之後就反覆咁樣叫朋友讀啦，幫我讀，跟住亦都有另外一個朋友就係之後同我一齊成立團嘅蘇家樂就 push 咗一把啦。喂，你個劇本寫咗幾年㗎喎，做啦好唔好啊？即係我哋就開始揾資助咁有好多朋友幫我手嘅。咁最後咧第一個作品就要公演啦。咁但係都好多波折嘅。佢確實係我個仔，即係我自己寫咗出嚟，我最了解佢。咁我就坐埋上導演嘅位置。咁我都要講，其實我生命我真係覺得有好多貴人嘅。喺呢個位就有李國威 Wago， 咁佢就幫我理清嗰個思緒。咁我就第一次作為一個真正長篇2個鐘嘅故事嘅導演，就即係 present 咗我作品俾觀眾咁。但係其實我係唔滿意嘅，但係又唔知點解，當我坐喺個觀眾席望住嗰個技術彩排，跟住望住啲演員喺度做嘅時候，我心入邊有一種感覺，好似係由細個你做後台設計管理，到你學點樣去做演員講故事，到你開始慢慢想再放大去睇件事，即係我自己好似一手一腳咁將個故仔咁樣堆出嚟砌出嚟，咁我就開始有咗一種我想做導演試下去講故事嘅呢個諗法。到去讀埋書，我就覺得我而家開始有少少嘅方法去做創作。咁我就開始咁同人講我除咗係演員，我都係一個創作人。Action！ 沙花！喺呢個世界啦，即係譬如我喺個溫哥華，其實都係讀藝術啦。跟住香港、澳門，我覺得其實要讀藝術嘅人，第一個感覺就係你要知道你自己行緊一條小眾嘅路。首先你要打咗呢個底俾自己先，即係如果你一開始我要名成利就，
哇，咁啊！因為我覺得呢個行業，如果你淨係揸住呢樣嘢，反而唔會成功嘅，同埋你會唔快樂咯。有時或者你要賺大錢，你唔好做藝術啊！即係嗱，你有機會可以賺大錢，都唔係即係我唔抹殺呢樣嘢，但係有其他更加多成本效益、CP 值高啲嘅嘢可以做啊，係咪？咁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你想做藝術，你要先俾到自己一個心理預備，可能你要承受嘅就係跳出咗約定俗成嘅框架嘅，你唔會好似你身邊嗰啲中學同學咁咯，一齊上大學，跟住咧可能廿零歲咧就揾到份工，然後咧做多5、6年咧，可能就開始諗結婚生仔，跟住就會上車買樓，然後咧細路仔讀邊間學校，你可能係跳出呢個框架嘅，你會知你面對緊嘅係咩。咁第二點非常努力，真係其實係幾艱辛嘅。澳門真係冇藝術行業，即係佢唔係一個行業。佢唔係好似 Broadway， 唔係好似 West End 咁，佢係一個工業嚟嘅。可能你就係即係追尋一個你心目中好中意嘅藝術，可能你喺入邊你再會揾到一啲養分，你會打開到你嘅世界，知道外邊嘅世界其實好大。但係你必須要知道有啲嘢就係客觀條件因素，即係澳門人冇辦法參加奧運咯。而澳門係冇辦法參加奧運嘅。點解嘅？咁但係唔代表你做嘅嘢冇價值咯。譬如我啱啱有部電影作品咁樣，去到台灣公演啊，咁佢都會問噶嘛，你哋面對緊啲咩啊？咁我就面對就係佢唔係一個工業咯，澳門電影。但係都有個好處就係我哋冇咁多掣肘㗎，即係我哋冇咁多商業壓力，我哋出嚟嘅可能性大啲。同埋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如果真係想做演戲或者做藝術，冇得齋諗，一定要跳入去。其實似學游水同踩單車。你要跳入去，你要踩上個單車，你要真係試過，你真係跌過，你真係可能少少逐親過，你先知哦，原來佢係咁嘅一回事。做導演都係㗎，你都係要導一個作品，拍片都係㗎，你一定要拍過、衰過，我下次咧就唔好再重複犯呢啲錯啦。咁樣，我會覺得一定要有一種，當你考慮過自己知道你真係中意啦，你真係想試啦，趁住年輕，唔怕嘅話就跳入去試下啦，不顧一切。好多人問我未來5年啊，即係話你去到讀書有咩諗法啊？其實咧，我話真係冇乜嘅。我認為我唔會放棄做演員呢條路嘅，因為佢確實係俾到我好多養分嘅。即係而家係我去舞台簡直係覺得好似叉電咁啊！即係同一班演員一齊喺度創作個故事啊，做個角色。但係我真係多咗一個天線，即係有時覺得啊，呢個題材有趣啊！如果個故仔可以點講咧？啊，可以揾啲邊啲我認識覺得有才華演員做咧，我多咗呢條天線咯。我覺得我冇 set 到5年要做啲乜，不過我希望我可以講到古仔咯。而嗰啲古仔通常我就會希望佢可能只係需要達到令到睇嘅某一個觀眾佢可以有一股暖流。其實我就覺得啊，係我想做嘅嘢啦。我自己有啲 topic 我自己會關注嘅，咁應該都係喺我熟悉嘅舞台或者影像。我成日都係呢啲，我想同我講，已經做得好好啦，再放心啲。但係有時唔好咁懶惰，有啲嘢諗到就去做啦。身邊會好多人陪住我行，陪住你行嘅。